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恒大现在真的是在清盘，许老板已经审了，被判的，什么时候宣布，什么时候判决，这个还不知道，但是牢是坐定了。那么步这个许老板后尘的，恐怕有很多老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时代就这么落幕了，总得有人买单。这些老板拿自己的后半生登缝纫机来买单。有很多人，老板就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拿自己过去的努力、財產全部打了水漂來買單。這裡面就有王老板，萬達。今天這個新聞一出，可以說萬達的王老板是叫在劫難逃，相當於官宣。什麼新聞？是天天進行判改的永輝超市。他的超市判改沒改出個什麼名堂，但是他有個官司贏了。4月14號，永輝超市發布關於涉及仲裁結果的公告。根據公告內容，永輝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就是上海國際仲裁中心送達的裁決書，申請人為永輝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被申請人為大連預警貿易有限公司，第二被申請人是王健林，這個申請人就是原告，被申請人就是被告。他仲裁上面不叫原告被告，叫申請和被申請。那麼被申請人有3個，大連預警、王健林，還有一個叫孫喜雙。申請什麼？2023年12月8日，公司也就是永輝超市與大連預警簽訂永輝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與大連預警貿易有限公司關於大連萬達商業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轉讓協議。公司向大連預警出售所持有大連萬達商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8 億股，也就是萬達商管的股份，標的股份對應的股份轉讓價款為 45.3 億元，由大連預警分8期支付。隨着交易推進，雙方於2024年7月26日簽訂補充協議，對剩餘款項支付事宜作出進一步約定。2024年7月26日，永輝超市與大連預警王健林、孫喜雙一方集團經友好協商簽訂永輝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與大連預警貿易有限公司王健林、孫喜雙大連一方集團關於大連萬達商業管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轉讓協議之補充協議，以下簡稱補充協議。補充協議第 1.1 條規定，本次轉股的剩餘股份轉讓價款 38.39 億元，共分8期支付。其中第4期股份轉讓價款約定付款時間為2024年9月30日，約定付款金額3億元。根據補充協議約定，王健林、孫喜雙一方集團將為剩餘轉讓價款支付提供擔保。永輝超市稱，鑑於大連預警未按約定履行付款義務，王健林、孫喜雙一方集團亦未承擔擔保責任。為維護公司的合法權益，公司向上海國際仲裁提起仲裁申請。他的仲裁請求裁決：第一，被申請人立即向申請人支付剩餘股份轉讓價款 36.39 億元；第二，裁決第一被申請人立即向申請人支付違約金 2.18 億；裁決第一被申請人立即向申請人支付利息費200萬元、財產保全費4萬5千元和財產保險費178萬元。第5個就是裁決第2被申請人、第3被申請人就是王健林、孫喜雙，還第4被申請人為第1被申請人上述前4項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裁決被申請人承擔本案全部仲裁費用。經審理，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庭裁決支持了永輝超市提出的仲裁請求。被申請人應於本裁決生效之日起20日內履行完畢。本裁決為終局裁決，自作出之日起已生效。我給解釋一下這個來龍去脈，我念了之後我想起來了，實際上就是王老闆跟永輝超市搞對賭協議。當年大連萬達商管他不要上市嗎？上市永輝超市就應該是入股了3點幾億股。那是後來不停的稀釋，才剛開始恐怕反正他投了大概30多億，不到40億，我估算持有他那麼多股份。如果你萬達商管在 A 股上市了，那麼永輝超市他不就從 A 股退出嗎？就由這個
咱们可愛的韭菜來接盤，金融消費者接盤，皆大歡喜，永輝他就退出了，那這一筆投資永輝就賺錢了。但是如果你要在滬市你上不了市怎麼辦？那你就去香港上市，好像後來改成香港，可以去香港上市也行。不行，咱們去香港割韭菜也可以。雖然香港的韭菜不太好割，滬市韭菜好割一點。退而求其次，去香港割，結果香港也是沒上成，沒上成，他對賭協議就要求，如果你上市不成，人家已經降低門檻了，不行就去香港上，香港也沒上成，那你就啟動了叫什麼？觸發了回購條款。什麼叫回購條款？王老板，你把我入股的錢還給我，每年按8%、百分之幾付利息，它叫對賭協議嘛。王老板的錢早花掉了，他拿了什麼錢來回購？所以王老板就讓大連什麼預警，這就是個殼，安排他來回購永輝手上的這個萬達商管的股份，簽了協議。那你想，永輝說你找個這麼殼來收購，他也沒錢，誰能保證他收購？他在哪兒找錢收購？所以背後還是你王老板，所以讓王老板簽擔保協議，你得擔保他大連什麼預警，他來收購，他不收購你王老板負責。所以王老板還有個什麼孫雙喜，還找了一個公司，3個人來擔保，確保大連預警會花將近40億來回購這股份。結果反正到期王老板沒錢，那回購就失敗了，沒錢買，說白了就是還錢。所以永輝一看不行了，永輝自己日子也不好過，他日子也好過，他至於學一個網紅超市嗎？天天改。所以一怒之下也不管了，把萬達給告了。現在判決下來了，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判決大連預警你要給永輝超市一共是38億，還有違約金，還有仲裁費，還有保全費、保全手續，還有律師費等等，這都得你來掏。大連預警完了，這還裁決王老板還有那個什麼孫喜雙、大連一方這3個人你來負擔保責任。擔保責任什麼意思啊？這個大連預警他還不起，那你們3個人來還。那接到這個裁決之後，20天之內你要付，不付，首先一個永輝超市拿仲裁生效，他就可以到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仲裁文書可以申請強制執行。當然了，如果王老板不服，那怎麼辦？他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駁回這個仲裁裁決，這是可以的。我想接下來恐怕王老板要向這個應該是上海法院提起訴訟，如果提起訴訟，這個仲裁的執行恐怕就要暫停，等到1審判決下來再執行。但1審打完之後還有2審，2審是終審判決，應該是這麼個過程。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一般仲裁裁完之後，很少有法院會把仲裁的裁決給推翻。這仲裁說白了也是一個法律程序，所以這個案子，那王老板很難翻身，那就意味着王老板背負了30多億的債務，他個人他要擔保，那所以我說王老板他翻不了身了。你想他再有錢，他個人還要承擔30多億，這一下這個王公子在日本恐怕過得也就不爽了，家族財產開始追索了。以往你所有的箭都是射向萬達的，射向這個企業，這企業下面的資產你就去查封，拿去還錢變賣。現在這個箭直接射中王老板本人，你本人名下的財產都是要拿來賠。這記住了，永輝只是第一個，那後面還有蘇寧也告了萬達呀，我記得錢也不少，還有其他的都會告的。為什麼？這些很簡單，如果你不告，人家都已經告了，人家都已經開始瓜分的財產了，你不告，到時候煙灰缸都沒有。現在就看誰下手快，你不要看這個永輝好像先告他贏了。但是他想執行還難呢，因為王老板他還可以通過2審拖時間。那如果你是王老板的債權人，你這個時候還能坐在那不動嗎？那肯定對吧？各種手段都要上，趕緊去起訴。所以我說王老板完了。永輝超市這個判決實際上就是一個發令槍，開搶，再不搶來不及了。所以說20多年房地產紅紅火火，造就了很多首富。但是現在你看這些首富不是在牢裡面，就是身陷囹圄，正在走向這個縫紉機的路上。王老板苦苦支撐了這麼幾年，是吧？萬達，我記得是22年還是23年，王老板去白馬寺，我一眼就看出這要完了，那佛祖都救不了他。你看是不是啊？怎麼救他？所以你看他苦苦支撐到現在，還是難逃此運。接下來就是萬科，你看這萬科，今天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擬於4月17日召開23萬科 MTN001債券持有人會議，如本議案表決通過，
对於參加本次持有人會議且表決同意本議案的每個持有人賬戶，發行人將於本期債券到期日實施10萬元的兌付。發行人將於本期債券到期日兌付本期中票本金40%，剩餘60%本金展期1年。具體到期日期2027年4月23日。什麼意思？大概其意思就是10萬以下的就給你，10萬以上的給40%，大概這意思。那剩下的60%你必須展期1年，就明年再說了。萬科徹底不裝了，是吧？去年還在裝嗎？還是各種說我境內債都如期兌付，後面有大股東有深圳國資委支撐，現在徹底不裝了。怎麼救？你說這些房企怎麼救？後面都是個天文數字啊，大窟窿，真金白銀去救，你越救越慘。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盡快破產重整，越快越好。但是很多大股東、很多債权人他不願意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因為破產重整實際上就是對債權和股權進行調整。本來你的股權值1個億，現在一調整變成2000萬。本來你那個債權是10個億的，一調整變成5000萬，就這個意思，給你除以10，除以20，你這樣企業它就能活啊，否則它企業活不了，對不對？資不抵債，你把這債務除以10，除以20，它不就可以了嗎？就能活。所以說，這所謂的破產重整，這就是幹這事，要不然誰也好不了。萬科如果早點破產重整，越早，那麼萬科這個股票它有可能還能保住它的上市地位。如果它越晚，越往後拖，它很有可能这個上市地位都保不住。這就是我說的，為什麼要越早破產越好？越早破產，它的股票還有價值。到時候，因為胡適退市，它不有3年又一期嘛，什麼盈利一大堆指標，你越拖，作為上市公司萬科，它財務指標就越惡化，就越容易導致破產，這個叫退市，觸發那些退市條款。你越往後的吧，你看現在已經連續2年虧損了。24年虧損，25年虧損，這巨額虧損。你明年27、26年再巨額虧損，你看看吧，殼都保不住，對吧？這就是我呼籲萬科為什麼實際上它去年就應該破產，去年第1年虧損的時候，咣當一下，先給它來個破產重整，那也就1年虧損，那第2年馬上它就不虧損了，因為它債都沒了，對不對？萬科這只股票保住了，至於它值多少錢，好歹它不退市。如果萬科一旦退市，你說這裡面債權人，這裡面股東，這個中小投資者，那都是相當於清零了，沒了。我們再看一個21世紀報道，就剛才說的都是你看萬科是吧，恒大這些，咱們看看央企怎麼樣。21世紀經濟報道今天它的一個報道標題叫保利、華潤、中海、招商拿地更謹慎了。開頭就說龍頭房企不輕易拿地了。隨着房企陸續披露今年3月銷售簡報，今年1季度房企的銷售和投資走勢已成定局。中指研究院統計顯示，今年前3個月 Top 100企業拿地總額1465億元，同比下降 49.4%， 就是腰斬，降幅較上月收窄 3.0個百分點。在該機構榜單上，拿地 Top 1的是越秀集團，這是因為越秀集團在今年2月以236億元總價拿下廣州馬場地塊。除此以外，保利、華潤分別第2、第3位，權益拿地金額分別為121億和86億元。而去年同期拿地超過100億元的房企有8家，今年則僅有越秀、保利2家。房企拿地規模明顯減少，一方面是各地控增量優存量所帶來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房企對布局城市更加聚焦，拿地策略更為審慎的結果。從今年房企對外透露投資計劃來看，未來房企追求的不再是規模的擴張，而是有質量的利潤和穩定的現金流，這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拿地規模縮小。但如果從利潤表現來看，未來房企的利潤率或許將有更值得期待的表現。審慎克制拿地是房企保持競爭力的基礎。說的很好聽，實際上連央企今年它也不拿地了，拿地對吧？1季度已經同比下降 50%， 什麼意思啊？如果他看好樓市，這個時候都沒有明顯的競爭了，他手上如果又有錢又看好樓市，你說他能不拿地嗎？他這個時候正是拿貨的好時候，過2年樓市一暴漲，你說他利潤現在正好地價還便宜，為什麼不拿？一沒錢，第二不看好。這就跟韭菜不買房一個道理。韭菜現在為什麼不買房啊？一口袋裡沒錢，兜比臉還乾淨；第二個也不看好，如果房價還要跌，我憑什麼買房？
不就是一個道理嗎？那房企不拿地是一個道理，房企拿地和韭菜買房，它是邏輯是一樣的。房企他不看好未來的樓市，加上他兜裡也沒錢，誰都不容易。因為房企他手上都大量的房子賣不掉，新房現在賣不动，都套在房子裡面，他沒辦法把房子賣掉回來錢還銀行的。他現在回來點錢，能保持他運轉就不錯了，給員工發工資，交水電費，給銀行付利息。現在只能幹這個了，那哪還有錢去買地囤地？連央企都不囤地，說明什麼？至少說明一個是對未來不看好，第二個就是沒錢。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韭菜繼續不買房，韭菜繼續勒緊褲腰帶，捂緊那個錢包，央企它也扛不住。大家看了看今天央行公布的3月份的社融数据，昨天咱們節目說了，居民中長期貸款是斷崖式下跌，以前是新增是 1.9 万億，最高的时候将近2万亿，現在直接只有4000亿，還說這是小阳春。因為居民中长期貸款它就是按揭貸款，你就這麼理解就完了。按揭貸款就是買房的，所以说从这些数据指标来看，这些中介还有一些媒体在那唱多楼市，搞得好像你不买你就买不到了，房價要馬上就微上去了，對不對？拐點馬上就你追都追不上了，這給你一種這種錯覺是吧？有的地方買房子的要排隊，要拿號，有的地方買房子人太多擁擠，保安噴辣椒水，有的地方連夜排隊，就這製造這種焦慮簡直可笑。好像你現在有錢你買不到房子，就搞成這樣，這媒體吹就吹過了，龍頭房企都不拿地了。也有專家說實話，不是所有的專家都在那兒閉着眼唱多，鼓吹年輕人買房，對吧？再不買房來不及了，房價也漲了。現在也有專家說實話，這個在網易財經智庫 C 位觀察節目中，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朱寧指出，房地產基本面價值取決於房租收入，只有房租持續上漲，資產價值才會真正回歸。這個朱寧建議年輕人，除非確定長期自住，否則租房仍是更靈活、壓力更小的選擇。也就是他建議年輕人現在租房住更好，因為他認為這個房價還沒到位，也就是租金沒有連續上漲。我覺得至少有人敢出來說這樣說的，年輕人不要急着買房。我倒是覺得不是說急着買房，年輕人你要有錢你就買，你就把它當做一個消費，你錢夠對不对？你父母有錢願意贊助你，那你就買唄，那不是享受嗎？你買個自己的房子住也挺好的，但是你不要加槓桿買，你不要說我首付15%，這15%還是七大姑八大姨借的，完了之後你本來工資一個月2萬，2萬算不少了，1.5萬要還按揭貸款，你這種那叫自尋絕路。你這種情況買房，那你就是屬於想不開，因為你每個月的30年，每個月的還1.5萬，這是個固定的，債務是剛性的，你賺錢能力是彈性的，你說不定還失業了你就沒錢，那怎麼辦？所以說要根據個人的抗風險能力。如果你說這房子300萬，我手上就有300萬，那你可以買。你要不買房，那300萬放手上，說不定也不是理財，就是進了胡市，要麼就買了小黃魚，最後折騰沒了，要麼被人借了，要麼被人騙了。所以說不要看那些唱多的那些媒體，那些中介啊、房吹，還有一些专家在那兒閉着眼唱多，你只要看一看這個樓市的庫存還有多少，你只要看一看人口什麼個走勢，你再看一看就業，大家賺錢是不是容易了，你再看一看这些央企国企它還在不在積極的拿地，你再看一看现在新房是什麼個走勢，能不能賣得動，把這些看一看之後你再有個判斷。今天在網上看了一個文章，是一個中年北漂，他的買房叫辛酸淚。中年北漂20載買房者自述100萬首付蒸發，那套不到60平的房子壓垮了我的半生。作者1984年出生，2020年是42周歲，正好是中年北漂。站在42歲的路口回頭看，我常常覺得我們這一代80後像是被時代夾在門縫裡的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左衝右突，最後被擠壓得面目全非，卻還要忍着痛努力裝作若無其事。
我是一名普通的80後北漂，從22岁離開老家來北京，到現在，我在這座城市漂了20年。20年足以讓一個懵懂少年熬成兩鬢斑白的中年人。在這20多年裡，我與其他人合租過，舉家搬過數次家，在出租屋裡熬過無數個深夜。我以為只要我足夠努力，只要我肯拼命，總有一天我能在這座城市擁有一張屬於自己的床，一個給家人遮風擋雨的窩。這現實是我確實拼到了，但拼到的結果卻讓我在42歲這年感到了一種徹骨的悲涼。這個作者就是典型的越努力越慘。當然了，看這個結果他還不是最慘的。作者回憶，他說2018年那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說我的轉折點發生在2018年，那一年北京的房租像做了火箭一樣瘋漲。確實是2018年為什麼漲啊？就是因為蛋殼，很多人恐怕不記得了，蛋殼後來爆雷了，蛋殼還有什麼好多這種公寓，這種叫什麼雨后春筍，他们上市拿了資本之後，他們為了壟斷房源，那房租直接是跳漲。這個我是親身經歷的，因為我那個房子啊，我以前租，我記得好像就是4000一個月，租給一個夫妻倆還是什麼，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把房子租給他，我就不管了。他在裡面租了5年都是4000，我從來沒涨過。直到他走的時候，他退房給我，他跟我說，你这个房租真的是便宜。租客跟我說真的便宜，我也無所謂，因為我那時候不在乎。我那房子他一結束之後，蛋殼就聯繫我，我也不知道他蛋殼怎麼知道，蛋殼就聯繫我，蛋殼給我的價格直接就是6000，而且他是每年遞增的，第一年是6000，第二年好像就是6300還是6500，我不太記得，反正一直到第5年，他一簽就5年，第5年的話就是7000多，將近8000。那你作為我來說，當然願意了，給蛋殼。結果蛋殼幹了第4年，好像是他就爆雷了嘛。你就知道他就是為了控制房源，人家就出這價。你要出這個價，那一般人他租不到房，那房子都給蛋殼。這就是2018年、2017年，那價格是飛漲。所以這個作者說，2018年他那個房價暴漲，正好蛋殼去把這市場整個的攪和了，像火箭一樣瘋漲，無數個房東坐地起價。你想想吧。那很多房東那房價這麼漲，那房東肯定要加價呀。那時候我帶着孩子租住在市區學校旁邊一套老房子裡，為了孩子上學方便，兼顧我上班，我們必須守住這個地段。突如其來的通知是房東一句冷冰冰的話：房子不租給你了，我要自住。實際上是房東肯定要給蛋殼或者給別人了，那價格都漲了30%、50%的漲。那一刻我感覺到天是塌的，我才住了不到1年又要搬家，又不是寒暑假，房源也不好找，孩子要上學，學區不能動，他只能圍着學校找，房租漲得比工資快，買房更是難如登天。我站在中介門店擁擠的人群裡，聽着周圍嘈雜的砍價聲，看着手機銀行卡裡那串數字，第一次感覺到了深深的無力。那是我20年北漂生涯裡唯一一次想過放棄，但我不能退。身後是嗷嗷待哺的孩子，身前是望眼欲穿的家人。我把心一橫，翻開了那張存着100多萬積蓄的銀行卡。這100多萬是我10幾年省吃儉用攢下的，是我在一線沒日沒夜的工作，加了無數個班，是我無數次在菜市場挑最便宜的菜，一點點摳出來的血汗錢。這原本是給孩子和我自己準備的底氣，是我應對未來風險的護身符。為了有個固定的住所，我把這100多萬全部砸了進去，加上貸款230萬，我買下一套不到60平的老破小。過戶那天，看着紅本本，我其實一點也不開心，只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虛脫感。我對自己說，這下好了，有房了，孩子能上學，也不用頻繁搬家了。那時候的我天真以為，只要擁有了這套房，我的北漂生涯就算圓滿了，我的後半生也能安穩了。但我怎麼也沒想到，僅僅過了幾年，命運就給了我最殘忍的一記耳光。樓市的風向變了，曾經炙手可熱的房產開始變得冰冷。直到有一天，我去小區周邊的中介門店閒逛，
無意間聽到報價，像一把冰錐狠狠扎進了我的心臟。我拿出手機，對着地圖上的成交價算了又算，心臟一陣陣抽搐。我的房子市值縮水了超100萬，也就首付沒了。他說100萬啊，這個數字正好等於我當年的全部首付。也就是說，我20年的北漂積累，在這場樓市波動中瞬間歸零，憑空蒸發。銀行卡的數字歸零了，賬單上的數字卻在瘋狂膨脹。每個月雷打不動的房貸賬單像一座大山，壓得我喘不過氣。我不敢失業，不敢生病，不敢給孩子報太貴的興趣班，不敢給自己買一件新衣服。我成了那類最可悲的中年人，明明擁有一套房產，卻活得比租客還要小心翼翼。我們80後到底是怎麼被割韭菜的？有時候我會想，為什麼偏偏是我們80後？我們是聽着勤勞致富、知識改變命運長大的一代。年輕時我們趕上了高校擴招，大學畢業恰逢就業壓力；中年時我們趕上了房價飆升，咬牙買房卻又遇市場下行。我們是時代的試驗品，也是被收割的最狠的一代。我們要贍養老人，要撫養一個孩子，還要還房貸，還要在職場上和年輕人拼刺刀。我們不敢喊累，不敢喊苦，因為我們知道身後空無一人。我们這代人活得太像一顆螺絲釘，死死釘在崗位上，釘在房貸上，釘在責任上。他說，我經常在深夜失眠，問自己，我這麼辛苦到底為了什麼？為了那套市值縮水的房子嗎？為了那筆打了水漂的首付嗎？作者後面寫了一段感慨，但是這個作者啊，他千不該萬不該，就不應該去中介的打听的房子值多少錢。他再苦再累，實際上他工作沒丟，他按揭貸款能還上，那這個叫賬面損失，就不應該過多關注。這個屬於自尋煩惱，這是叫賬面損失，沒必要。我要不是做節目，我都不知道北京的樓市是什麼情況，我根本就不關心。我的房子值多少錢，小區的房子都賣了多少錢，我根本不知道。我有朋友把房子賣了，我也不打聽他房子賣了多少錢。你一打听，好像搞得要跟人借錢一樣。小區裡面中介也是跑來跑去，進進出出。在小區裡面，我也很少問，基本上從沒問過中介說這房子賣多少錢一平，從來不關心。這個作者他也沒失業，對不對？他的按揭的貸款還在還，雖然有點累，是吧？節約摳，不敢多花錢，但是他並沒有資金鏈斷裂，所以說他沒必要太焦慮，他應該把工作保住就行。沒辦法，只能是保工作啊。80後有80後的難處，確實他就趕上這個點，正好房價漲在高位，他要買房，生不逢時。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但實際上70後有70後的難處。咱們前2天說了，你80後你沒趕上篩沙子啊，不也挺好的嗎？對吧？80後去北京北漂的時候已經是理直氣壯的，大街上走路已經不用再躲躲藏藏了，這難道不是進步嗎？一樣，70後趕上北京的房價正起步，正在漲的時候，是吧？70後也趕上了篩沙子啊。現在00後乾脆的不買了，你愛漲不漲，愛跌不跌，就租房住，其實更自由，更有的選擇。實際上最慘的是那些買了房，高位上車，高槓桿買了房，但是又失業的人，他們才真正的是白忙，前半生清零，後面還背着債，房子沒了，前20年白忙，後面你還欠銀行幾十萬上百萬的，你也還不清了已經。你失業了，再找工作也找不到，這個人生才叫灰暗。所以說錯誤的選擇導致的。所以現在年輕人沒有必要急於背債，正因為大部分年輕人都想明白了，所以咱們的社融數據，居民無論是中長期貸款還是短期貸款都在下降。為什麼？因為年輕人看明白了，只要你不負債，你還是自由的。你就是沒工作，那你一個月花不了多少錢，饅頭加榨菜。所以現在叫無負債人群，只要你沒有負債，你哪怕是失業了，你也不用太焦慮，幹個啥還能就混不到一口飯吃嗎？所以說恰恰是那些負債的才叫焦慮。所以說现在年輕人變聰明了，就打死也不負債。你要忽悠他們借錢買東西算了吧。所以說現在連信用卡都發不出去，很多銀行把信用卡部門直接撤銷了。這就是經濟形勢，人教人教不會，事教人一教就會。所以身邊有這麼多例子，所以很多年輕人他就明白過，反應過來了，絕不借錢。所以你消費貸貼息人家也不借，這是經濟下行，經濟低迷，
通縮這個情況下保命之法。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